6月21號係南半球晝最短、夜最長嘅冬至。冬至大如年，人間小團圓，冇諗過洋人都會慶祝呢個節氣。前財長、大法官、Case 們齊聚一堂，法官脫下法袍，換上圍裙，變身外賣小哥。原來喺人類嘅字典入邊，冬至呢個詞有無數種我哋未曾翻閱嘅注解。往往最深嘅黑洞唔係唔知道，而係唔知道自己唔知乜嘢。就好似我以為冬至係東方專屬，但原來半個地球都為佢點亮火把。全世界的人們，這是 Russian 俄羅斯人，全世界的人們都是如何慶祝冬至的？認知嘅邊界每拓闊一寸，心靈嘅凍土就鬆動一寸。34年嘅女法官俾我睇佢手腕上邊行走歷史書一樣嘅手鏈，手鏈上邊掛滿咗出訪國嘅象徵。任命時嘅徽章，最絕嘅係作為新西蘭史上首位大肚審案嘅女法官，仲將女兒嘅小乳牙都掛喺手鏈上邊。你睇下嗰顆乳牙喺律師假髮旁邊輕輕搖晃，分明係話再剛強法律盔甲都包住最柔軟嘅媽媽心。乾杯！敬所有有趣嘅人喺異鄉補課嘅靈魂，敬人類用千姿百態嘅儀式向世界宣告，終有長夜，此心光明。